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8月31，咱做来读以西结书第21章到第24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21章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迷怨耶路撒冷，传讲攻击圣殿的话，讲警告以色列的预言，着对以色列人讲。我上主安尼讲，我要甲你作对，要背倒刣你，好人歹人拢遭灭，我要遭灭恁中间好人甲歹人，所以我要背倒，对人刣到白，刣死所有的人，逐个人就会知，我上主倒一个飞出就无过收回。人子啊，你着伫因的面前吐气，亲像苦谈切心的人。若有人问你，你是安怎吐气？你着甲因讲，因为风声传来，人心惶惶，人人骹软手软，失志破胆。灾害到啦，一定会发生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讲预言，着讲上主安尼讲。有一支刀磨来搁七家金死死，磨来是要刣人。七家金死死是要互伊亲像死人。我的子民毋听官仔的警告，毋惊锤仔的刑罚。安尼，咱有啥物通快乐？刀已经七家金死死通用啦，刀已经磨来要交互杀手啦。人子啊，着悲伤提口，刀剑要临到我的子民，要临到以色列的领袖。因要甲我的子民做伙受刣，你着推胸吐气。恁想看觅，刀剑连有官兵的官仔拢毋惊，还有啥物袂发生？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所以人子啊，你着生气，当刀啊讲预言。有一支刀一遍搁一遍不断地扑刣死人。甲人围困屠杀，我要伫因所有的城门边指派这支刀去屠杀，互我的子民破胆跋倒。哎呀，这支磨来七家金死死的刀在屠杀。刀啊，你着扑正边，扑倒边。刀面刀一边就扑迄边。我嘛要当刀啊！我生气才会消。我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将巴比伦王带刀剑来进攻的2条路线画出来。这2条路线拢对同一个国家做起点，搁伫这条路分叉要去无同款城市的所在采路标。刀剑要经过的路，一条往阿门的拉巴城，一条往犹大建国的城耶路撒冷。巴比伦王到分叉的路，伫路口摇钱卜卦，查看现做胜利的官，求问伊的偶像，伊的正手摕着的钱是经攻打耶路撒冷的钱，甲因准备弄城的锤，下令屠杀，大声喊话，做土堆，起悬台，用弄城的锤攻打城门。对遐个咒詛甲巴比伦革命的犹大人看起来，卜卦的指示毋对，毋过巴比伦王要互因画记伫家己所犯的罪，嘛要甲因掠去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恁的罪过已经露现，众人拢知恁的过犯，恁的行为显出恁的罪恶，恁一定会受刑罚，互人掠去。你这个邪恶该死的以色列王，你罪恶灌满，受刑罚的时间到了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
甲王冠踩起来，甲礼物摕落来。情形无过亲像早前，代志要改变。无权力的人受高升，统治者要落台。我要甲即个城毁坏，毁坏，搁再毁坏。但我指派来刑罚的人到，即个国就无过存在。彼时，我要将国交互伊。民主啊，你着讲预言，讲关系阿文人甲因对以色列人的能力。至关的上传的讲，有一支磨来来，即架金丝时的刀已经飞出要杀人。恁看的异象是幻象，破卦得到的预言是白贼。刀要斩断恁的红棍，恁的罪恶灌满，恁受刑罚的时间到了，收刀入手。我要伫你的故乡，你出示大汉的所在审判你。我要用你摒落我的痛恨，用我大生气的火甲你烧。我要甲你交互野蛮残忍的杀手，你要亲像柴互火烧，你的火要留伫即块土地，无人搁会记得你。我上主安尼宣告。第22章，上主对我讲：人主啊，你着严严审判即个老人的火的城，着互伊清楚知家己所做一切可恶的事。你着讲，至关的上主安尼讲：你有杀害真侪人的性命，搁拜偶像帕拉山家己，你受刑罚的时到啦！你犯杀人的罪，搁互家己做的偶像帕拉山，你的时日到啦！你的岁数满啦，所以我要互你受列国凌辱，受万族踢笑。你这个混乱搁臭名满天下的城，无论是远还是近的国家，拢要踢笑你。你看，以色列的首领滥用权力杀害人民，恁有人侮辱父母，欺压假古为，歹款待孤儿寡妇，恁藐视我的圣所，无守安息日。恁有人造谣害死人，有人食山顶神庙的祭物，行淫乱。恁有人甲老爸的某有性关系，甲经期中的妇人人做伙困。有人甲别人的某私通，有人行淫乱侮辱神母，有人甲干爸的姊妹拍拉衫。恁有人摕钱害人，有人毋若借人钱摕利息，佮放动你。有人白色厝边趁不义之财，恁已经甲我袂记得啦。至关的上主安尼宣告：因为恁摕不义之财，甲犯杀人的罪，我生气转倒啊！当我刑罚恁的时，恁兼自责会调，恁的手兼也有亏力。我上主安尼讲，一定安尼做。我要甲你的子民赶散去列国，四散伫列邦。我要消除你的污秽，恁要受列国侮辱，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。上主对我讲：人主啊，我看以色列人是一堆坐带，因亲像提炼云剩落来的铜、铁、砂、盐的坐带。所以，至关的上主安尼讲：因为恁诚做无路用的坐带，我要甲恁聚集伫耶路撒冷，亲像人收集云、铜、铁、砂、盐伫大火炉提炼。我要伫我的大受其中，甲恁聚集伫即个城内烧羊。我一定要组织恁，用我大生气的焰火甲恁烧。恁要伫大火中烧羊，云安怎伫提炼的火炉内面扬起？恁嘛要安尼伫耶路撒冷城烧来烧羊，安尼
恁就知我上主往恁饼带上去啦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得甲以色列人讲，恁的土地是无清气的地，所以伫我带上去刑罚恁的时，无要降福互恁。因会身体计无歹事，亲像毋好会使拆离纳物。因杀害人民，抢夺财宝，互真侪妇女真做寡妇。这是曲解我的律法，亵渎我的性命。因无分别什么是神圣甲无神圣的物，嘛无教人分别什么是清气还是无清气的物。搁轻视我的安息日，结果我伫因中间受亵渎。因的领袖亲像豺狼，掠纳物拆离因。因为着要得到不义之财，害人处人的性命，甚至甲遐个领袖暗砍罪恶，亲像人用白火抹壁。因看的异象是假，讲的预言是白贼。因讲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，其实我上主并无甲因讲什么。住伫遐人民惯死压制人，抢夺人的物件，欺负善者困苦的人，剥削寄居的人，拢无照公道。我伫因中间咧找，看是毋是有人伫我的面前为着即个国家修建城墙，徛伫城墙破起的所在，互我袂甲即个国家毁灭。毋过找拢无，所以我对因摒落我的愤怒，我会带上去，要亲像火甲因烧。我要照因的所做甲因报应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。第23章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以前有一对姊妹是共老母生的，因住伫埃及，少年的时就做妓女，在少女的时就互人摸因的灵，生因的身躯。大姊叫做阿荷拉，就是撒玛利亚；小妹叫做阿荷利巴，就是耶路撒冷。我带因两个姊妹，因拢替我生囡仔。阿荷拉嫁我了后，继续做妓女，伊迷恋伊的爱人阿顺。因是穿蓝色的衫的领袖甲军官，拢是骑马的战士，英俊的少年人。伊甲这个亚述人中间漂泊的少年人行人，拜因的偶像来拍拉三家己。伊无离开埃及的时就淫乱，伊伫少年的时就互人甲伊困，伫在色女的时就互人摸伊的灵，人甲伊当作放纵情欲的对象，所以我将伊交伫伊恋慕的爱人阿述的手中，因甲伊脱光光，掠伊的囝儿，佮用刀甲伊杀死。伊受的刑罚，互伊伫妇人人的中间留臭名。伊的小妹阿荷利巴虽然有看到这个代志，却比伊的大姊阿荷拉佮较对落，佮较淫乱。伊嘛迷恋亚述人，因是穿全副军装的领袖甲军官，拢是骑马的战士，英俊的少年人。我看见伊对落拍拉三家己，因姊妹仔行同条路。阿荷利巴比伊的大姊佮较淫乱，伊看见刻伫壁里遐个漆朱红色的巴比伦人的像，因下腰大，头壳包的头巾随风飘扬，看起来亲像伫家着伫出世的巴比伦指挥官。阿荷利巴一个看见就恋慕因，
派使者去巴比伦见因，巴比伦人就来甲伊困，甲伊侮辱拍拉山。伊受拍拉山了后，就甲因疏远。伊公然赤身裸体，显露伊的阴形，所以我甲伊疏远，亲像较早甲伊的大姊疏远相款。伊思念少年的时，伫埃及做妓女的日子，加添家己的阴形。伊迷恋体格亲像野驴遐尼壮，情力亲像野马遐尼足的爱人。阿荷利巴，你较无你少年的时的阴形，你少年的时伫埃及就做妓女，互人摸你的领，酸你的身躯。所以阿荷利巴，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对你讲：我要激动你疏远的爱人来攻击你，我要带因来对四面攻击你。因有巴比伦人、加勒底人、比格人、苏阿人、哥阿人，阁有阿述人，甲因做伙来。因拢是漂泊的少年人，是骑马的领袖、军官甲战士。因要带大军，用军器、战车甲补给车来攻击你。因举大势盾牌、穿战甲、戴头盔，对四面围攻你。因要替我甲你刑罚，照因的法律审判你。我因为怨毒攻击你，互因发大生气对付你。因要割你的鼻仔甲耳仔，杀死你村的人民。因要掠你的后生查某囝，甲村落来的人烧死。因要剥你的衫，抢你的贵重的珠宝。我要互你无过犯对埃及一有的英雄，互你无过思念埃及，无过期待因的帮赞。至悬的上主佮讲：我要甲你交互你怨恨疏远的人，因要用怨恨对待你，抢夺你落落得来的财物，甲你烫光光。你淫乱的身躯甲行为，拢要露现互人看见。这是你的愚妄甲英雄惹来的。你做列国的娼妓，拜因的偶像拍拉三角旗。你行恁大姊行过的路，所以我要摕伊啉过刑罚的杯，互你啉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你要啉你的大姊的杯，这个杯深过大，堆满刑罚。你要互人耻笑、讥刺。你的大姊撒玛利亚啉的杯，是互人惊吓、凄惨的酒杯。你要醉茫茫、大忧苦。你要啉这个杯，啉甲焦焦。你要摔破这个杯，搁挂上你的领。这个事我已经讲过，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所以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因为你袂记得我，将我迄伫脚趾后，你要承受你的愚妄甲英雄造成的后果。上主对我讲：人主啊，你着审判阿荷拉甲阿荷利巴。你着指出因所做通厌恶的事，因犯奸淫甲害人的罪，因拜偶像行奸淫，将因甲我生的囝儿烧互偶像做食物。毋但安尼，因共迄日拍拉山我的圣殿，共犯我的安息日，因杀因的囝儿献互偶像，共迄日，搁进入我的圣殿，甲伊亵渎。这就是因伫我的圣殿所做的代志。因搁派使者去真远的所在，请查甫人来。查甫人来，因两个姊妹就洗身躯、抹粉、画目睭、目眉、挂珠宝。因坐伫水的面床，将敬拜我的香油下伫面床头边仔的桌仔顶。有规定对旷野内的人伫遐啉酒，嘻嘻哈哈。因将手权
挂伫两个姊妹的手里，将花冠戴伫因的头壳顶。讲到即对姊妹仔，因放纵因缘直到衰老。现在人要来甲因行银，伊嘛甲人行银。人一再来甲阿荷拉、阿荷里巴两个姊妹仔行银，甲因当做妓女，因做妓女甲逐个人困。公正的人就判因犯淫乱甲杀人的罪，因为因行淫手握杀人的血。至关的上主安尼讲，我要调集一大阵群众来攻击因，互因惊吓，甲因掠去。群众要用石头甲因钉死，用刀剑杀死因甲因的囝、查某囝，放火烧因的厝。我要互即个国家无过行淫，通警戒所有的负因人，毋通学因的言行。人要照恁的言行刑罚恁，恁要承担拜偶像的罪。安尼，恁就知我是至高的上主。第24章，第9年10月初10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为今仔日这个特别的日子做记录，因为今仔日巴比伦王开始围攻耶路撒冷。你着向这个悖逆的子民讲比如，甲因讲，至高的上主安尼讲，甲鞋仔下伫火顶面，下好势，倒水伫鞋仔内面，将切做一块一块上好的肉，就是肩头肉甲腿肉，甲上好的骨头，甲鞋仔缀满满。取羊群中上好的羊仔，将柴放伫鞋仔下面，甲遐个骨头甲肉煮好滚。至关的上主安尼讲：惨啊！这个老人的血的城，生身毋捌愈过的鞋仔，内面的肉毋免抽签拣，着一块一块拢甲夹出来。这个城也有杀人流出的血，血拼伫光骨的石盘顶面，毋是倒伫涂骹，会当用土扛。是我互这个城将杀人流出的血拼伫光骨的石盘顶面，袂当用土扛，是要激动我的生气，甲因报应。所以至关的上主安尼讲：惨啊！这个老人的血城，我要亲身贴一大堆柴，添较侪树尾，互火较炎，甲肉煮互烂，汤放甲焦去，连骨头拢炒火焦。了后，将空的鞋仔下伫火顶面，互鞋仔热，甲虫烧红，互内面的垃圾扬去，顶就无阁有剩。毋过，所有的落拢无采工，鞋仔厚厚的身用火嘛拄袂去。耶路撒冷啊，鞋仔的身就是你的阴形，我想要甲你洗清去，毋过你毋肯，所以伫我对你发大生气以前，你的垃圾袂当除去。我上主捌讲，我采取行动的时机到了，我袂改变心意，无要怜悯，嘛无要宽容，我要照你的所行所做甲你审判。至关的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我要互你心爱的人忽然死去，毋过你袂用得哀伤啼哭，嘛袂用得流目屎。你通点点啊吐气，毋过袂用得甲伊办丧事。你着白头巾、脚穿鞋，毋通按喙手表示哀伤，毋通食为着丧家准备的食物。迄早起，我甲人讲即个事，迄暝我的某就死去。隔早起，我照上主的命令去做。人问我：你若无要甲阮讲，你做这代志对阮有甚么意思？我甲因讲，上主对我讲话，叫我甲以色列人讲，至高的上主安尼讲：
恁将圣殿当作上夸耀的瓦壳，目睭所以爱心灵的寄托。毋过，我要互我的圣殿受亵渎。恁留伫耶路撒冷的囝、查某囝，拢要互人杀死。迄时，恁要照我所做的去做。恁毋通按喙手表示哀伤，毋通食为着丧家准备的食物。恁抹着白头巾、骹穿鞋，毋通哀伤啼哭。恁要因为家己的罪恶衰懒，面对面嗨餐。上主讲，以色列就是恁的掉头，伊做的恁嘛拢要做。到迄时，恁就知我是至悬的上主。上主讲，人子啊，迄日我要拆毁恁瓦壳的堡垒，夸耀的阳光，目睭以外的圣殿，嘛要杀死恁的囝、查某囝。到迄日，对耶路撒冷逃走出来的人，要来你遮，甲你讲遮的代志。迄日，你无搁恬恬袂讲话，你要开喙对遮的逃脱的人讲话。安尼，你要诚做因的掉头，因就知我是上主。咱今仔日圣经节伫以西结书第21章到第24章。